歡迎大家蒞臨出席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公民教育委員會、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工作小組本地社區分組合辦嘅有問有答基本法問答比賽決賽暨頒獎禮。我今日嘅大會司儀 Isis 李慧璇，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係 Douglas 嚴崇天。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咧同公民教育委員會一直以嚟緊密合作，而今日嘅問答比賽決賽暨頒獎禮咧係作為民青局同埋委員會嘅旗艦項目，多年嚟咧一直深受歡迎。喺度，我要感謝大家嘅大力支持。喺今次嘅問答比賽，勝負只係其次，最重要咧係大家喺參賽嘅過程之中，能夠加深對憲法、基本法同埋維護國家安全嘅了解。公民教育委員會一直係致力透過唔同嘅渠道向市民大眾推廣公民同埋國民教育，其中係包括咗我哋喺2013-14年開始舉辦嘅有問有答基本法問答比賽，今年已經係第10屆啦，已經發展成為每年吸引接近4萬名參加者嘅年度旗艦活動。3、2、1，有問有答基本法問答比賽決賽正式開始。相信台下觀眾都已經準備好參與接住落嚟嘅台下有獎問答遊戲啊！啱咗嘅，揮下手俾我睇下先。佢揮手耶俾你聽啊！嚟到呢個時刻，我哋今日嘅有問有答基本法決賽暨頒獎禮亦都圓滿完成啦。Thank you，多謝大家。有問